讲严肃啊，韩国因为我哋中国跟他教初初讲我哋合步数啦，然后那种所谓的对那种负责批啊吼，全部是当尊敬啦，唔敢用白言啦，看到说啊真棒好，啊小心翼翼啊用。伊最大两部分，就讲伊在文学的，啊伊在做客家的，啊文学的迄伊经营当久的，差不多在60岁之前咯，感觉经营感觉30-40年以上迄文学的，伫客家方面伊经营差不多62岁，太阳来上感觉差不多65岁啊嘛，咱开始经营客家，62岁经营客家的。结果各种的成就安排。迄讲，连知青嘅客家文化工作者，很多嘅中小金，到了大部分人心都想嘅中小金冇乜嘅差别。这样，有一日，你做得新兴行业中小金嘅现实嘅生活细节，有冇可能冇嘅呢？报告市场，眼包好诶。先生，放太来做太出去了么？做得啦。哎，你等一下。做得同先生解释一下，唔捌喺乜嘅么？哦，天橋生意嘛，我爸講嘅故事，天橋老爺講說到都是都，然後就同阿媽，我哋就家家1988年，中小金嘅小說《路邊花》個片片天壤一做出來，讓佢得到大家嘅喜歡。唔過，你冇叫啥注意到？研讀就係萬人，好在遇到台灣文壇，並唔會因為大家對於嘅魔術師實體嘅影響力。唔過咩認為遇到台灣文學但個嘅非常高嘅地位，大家對中小金嘅印象，相應呢神化人呢崇拜。道理是，你想要去記錄嘅中小金，唔係一個神話故事，但係少年時節中小金成長嘅故事。唔知幾時開始，我咪聽他一個喊中小金按到中路，我咪就按嚟機會行入到中路嘅童年嘅世界。OK， OK。阿公按一隻。因為製作前嘅準備，工作人員先去拜訪鐘樓。談話結束嘅時節，差唔多會連晚嘅咧。鐘樓呢又叫本樣，隔天我去我邊行啊。所以工作人員咪睇呢兩路，衝下去散步。行到陽潭嘅高，鐘樓到呢位搞到30人嚟數。很小啊，是的老房子啊。对呀。那现在有没有人住？有。有啊。是谁在住？老师啊。老师。老师的家庭在住。最有名的作家哦，高良哲哦，战后台湾文学的发祥地。战后台湾文学发祥地。鐘樓啲反應，台灣大嘅小沙，底下太體含保持嚴裝，不過是否應該注意？20年前嘅時候。那。差不多嘛。你看沒有？你看孫文祥。孫文祥，你講嘅孫文祥。我在這教書33年。对呀，你是我们这里老老师哦。对呀，有很多的。好，我给你一个名片。我没有带你。我们以前经常开会，我有看到你啊，人家也介绍了。在哪里看到我？经常有他们聚会啊，干嘛我都看你有来，人家都有介绍啊。好，谢谢。好。啊，好。你的大名是什么？啊？你是姓贵姓啊？姓钟。
他是钟兆正先生。钟兆正。对对对。哇，这个钟少卿、钟什么，这个阿旺，这里姓钟的，这里都是。啊，钟姓佛了，什么，这都姓钟的，这个。对吧？啊，啊，好，谢谢。我也上你们的镜头了，那什么时候给我看到啊？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啊。另日喺工作人来，老钟佬第一摆嘅见面，突然事後兩人講，佢看到鐘佬面上嗰種當生氣嘅表情。正是記錄嘅天人日，因為提早來到鐘佬嘅屋門口，捱把到鐘佬為了頭擺強當，到屋度為捱開門。不過經過半點鐘，還係冇人出現。老早好講2點，後來結果呢下2點半，2點半呢都冇出現啲乜嘅事情。咪按當然10多年來了，鐘佬熟識啊，第一擺被關到門口，我背啊，我想呢鐘佬唔是樣人啦，千難得做到嘅事情啦，我想天有乜嘅特殊嘅事情。當2萬人都尋唔到鐘佬嘅情況之下，另日人哋試咗得帶你去死來遺憾離開龍潭嘅總部。鐘佬到1925年出世，當個有5個阿姊，大下還有4個老妹，佢係不卡度嘅單丁子。日本時代，阿爸係學校嘅先生，生活和成長嘅環境比日本人相對嚟講較穩定，未較好命。第3年大嘅時節，是聽人教書嘅阿爸去到太海。4歲嘅時節，阿爸本人病人而辭職，再到台北。鐘佬未到台北開始學習日本教育。17到8歲上到龍潭之後，咱開始學客家。到你以前，鐘佬是會講學佬講日本話。35歲年到聯合報副刊開始連載魯本華日本長篇嘅小說。鐘佬玉樹完成速流3部曲、台灣人3部曲。鐘佬咪漸漸變到台灣戰後文學史當中最重要嘅文學家。記錄嘅天人日，因為來到士林劍潭拜訪老鐘佬最親嘅阿姊。佢差你3歲嘛哈？係啊。你就飛幾多3歲嘛？係啊，阿 Q 啦。講咧，喲，冇走去走露台做唔得咧，叫我5個按多咧，太多咧，我走露台就同我種年底吼，就走到你上露台啦。我去我叫5個。我媽媽叫10月台。每條那拍無嘅小連梯，都下係天5，因為從細送門阿姨做讓5，所以聽人家兒長相。因為兩啥差3歲天天，佢咪係5個阿姊叫做最錫鐘佬嘅。兩啥之間當強烈嘅思念之情，甚至伴鐘佬到10歲時節啦，7假日啥到龍潭來到台北參佢嘅阿蓮仔，因為一樣人，唔管有乜人。你都當希望做嚟談到小連梯談論鐘佬嘅往事。做細就講雅兒愛本去雜技啊，我做咪做去雅兒嘅地帶啊，啊技術同我喺度潛嚟啊，潛啊上到你呢兩手做大人做進來嗰間，雅兒會去潛，但係我進來。我同啲雅兒，你是做佢？就係兩手做訓練做。到落天去拜訪以前，小連梯一下就講好，一下講唔好啦。不過正式見面之後，大家感覺佢非常親切。
佢當歡喜攞佢從來唔是打開來書法嘅作品，嗱俾你看，我想啊，一霎大家修練啲啊，應該係喺當歡迎，然後啥爽門，談到為這個露台啊，佢心度就當到深刻嘅回想。個出親店一家吼，經常我哋都要做呢個。親小下來呢，老阿爸阿妹講法講啊，佢下來哦，哎呀，無嘛嘅樣啊，有愛較好聽。嗱，係咪講？有愛較要講。還有個無好翕啦，還有個又唔呢？你也識得啦？你按當都識得嚇？係識得啦？真好啊，真真樣哦，要做個番薯啊。你也識得啦？番薯啦，還有，你識得冇啦？佢我耳講無通都做個交朋友啦，看到佢做阿兵哥啊，唔知冇？你故事唔知冇？唔知唔知哦。做阿兵哥啊，做個馬拉利啊有冇？他家都出路啊，佢做警庫啊，還佢夾個同學嘅嗬，佢台中嘅安怎嘛？睇緊。佢就吼，真好啦，去做衛生棉啦，還做去哩呢吼，哦，我就漸漸的做推掉起來，愛講我本佢夾好啊，做事落去做義工啦，冇辦法通常就按快嘅。談到鐘樓在有點啲嘅回想，我都係讓體白提到一般人所唔知嘅鐘樓嘅細節嘅事情。今日，因為逐個來到龍潭總務路邊化拼布店，禮拜工作人員再三確認鐘樓有落不下，人樣來到。不過天空沙漠是因為日啊，既然落日咧，可能啊，要老人講，好嘅事情啊，注定愛鬧家幾多啦。鐘樓係叫冇見咧，係叫冇見。係啊係啊，係叫身體好嘛？行業總務，鐘樓做事都廚房等人安尼咧。一開始其實啷個講，錯別行場，佢並冇記錄到嘅技術服務蛋糕，嘟嘟好有好天時，其實睇人家冇係吹料咧。唔排斥咧，我話提數咧，係上幾暗步上唔同。摸下落個油啦，吼，個應該點樣啊？出大陣就長長嘅啦，也係出大陣老健忘及嘅所在，可能解放就出大落去嘅，也出大嘅色彩越來越重。跟人家講啊，跟忙多是唔是講？忙多你也就黑了嘛，忙多可能多的呀。我講嘅人都表示忙多。忙多。我講眼冇跟人是係多嚟啦。如果講嘅是唔係忙事，忙的是。要禮拜前吼，我來講，那現在看到鐘樓一太薄嘅肉包啊！有香港人。好天時對鐘樓嘅身體就是衝擊。裡面係因為做天災記錄嘅時節，得到嘅額外嘅成果。到你以前，我熟悉嘅鐘樓，差唔多都係到公共場合，私下見面講嘅咩係文化。禮拜，因為第禮拜聽鐘樓講出佢感人嘅生命史。我做台北管理廳人，咁係剛出嚟。
人出嚟天涯，总归人来哦。可是太长时间做到状况啊，等个颁奖去啊，咱做到两堂去啦，咱个全部讲过个啊，啊你讲个戏文本太个堂个，对唔对？太个唔记个字，我连那个嘢用啊，那个嘢俺全部记得。我想，钟老作品嘅故事性暗强，应该係佢從細是同校，然後特別看到嘅天上，江門嘅盤呢，攤開嘅眼睛。本人係那出樣嘅係，鐘老佢哋設計氣質出頭，並唔係寫作，係係佢嘅音樂嘅天分。有按樣嘢啊！因為啊，喺台灣10歲左右，共學教，老師教哆來咪發，教哆來咪發，我就開始唱嘅歌啊，我唱哆來咪發，冇人教我，我用簡譜，1、2、3、4嘅簡譜，我家學五線譜啊，我彈落嘅歌我就寫落五線譜。好聽多咗，像這個有得叫或者冇叫嘅嗬。第三下我就譜就出來，我差唔多10歲左右，就會彈過幾譜。到其中一段談話停停之後，鐘老完全是冇管做順頭整理器材嘅工作人員，竟然自家彈鋼琴，自彈自唱咧。我搬進來龍潭，呢個最重要嘅轉折，語言嘅問題。我從頭學合法，嗰陣時8歲，8歲，從小學2年，共學教2年。點解左邊我哋都提到嗬？同學掹係河羅西啦，親親切切嗬，河羅西咯，河羅西進嚟咗。他都真唔爽快啦，就變咯，係俾人排斥樣，靠顧嘅做嘅嗬，呢種就搏個鐘老係個同校寫信嘅人，算起來，佢老文友之間嘅信呢，就幾百萬字，是算老북漢人之間，以咩用寫信來聯絡感情。我兩個爸爸嗬，心靈嘅溝通嗬，本來都冇到啦，除非寫信嘅，因為我從我不讀書啊，我親接寫信嘅，凡係乜嘅，讓爸爸訴苦，我就這樣寫，我見太見我上架，叫我叫。應該見太，佢唔會上架啷錯噶，爸爸我都嘛見太見上架，成日要寫我事。我爸爸父親輩，睇下都中央咧，特別我唔記得，如果要安慰我嗬，我哋喺平常睇下感情都中央咧，見太會見上架，唔會講見太就咳唔會上架。鐘老寫一部真實發表嘅作品《文後》，係用日文打過來啦，讓翻變中文。沒認為本雜誌編出來，本期還係有信心繼續寫下去。不過，真正嘅困難還未到設計文筆嘅好快，
还是当时文坛嘅环境。分后嗰啲文章啊，係知寫哦，只可能係有不如真能力嘛。自家講會有，唔過批啥唔知，因為有啊，頭一篇，頭啊依家真文嘅頭一篇就標嚟嘅，頭一篇就係，篇書吧，特別推崇也係本身強面哦，學中文冇去叫嘅，有按個長途，非常了不起啦，因為我攞兩嘢啦。27歲。以後就開始寫咯，佢講唔到捱用中文可以寫東西，哦，寫，然後短時間就變成推廣專家，到魯本發出來以後啊，就冇對過嚟。中國嘅小說就當大部分都係到自家嘅現實嘅經驗出發，有到係自家親身嘅經驗咯，有到係幾多上行談到嘅故事。韓國嘅短篇小說《靈潭縣》，咩係龍潭嘅名言嘅故事，去年本沙期改編變到舞台劇。哎呀，怎麼說嘛在的啦？對的，給你兩公過吧，以後兩公過，再過一三年，我們是那老的，太陽花好送到隊吧？唔會，係點我呀？真正在說話，我冇聽講好事啊。我冇聽講呢，但是你冇聽講嘅話哦，人哋就會啦，對不？啊，到禮拜做戲好冇？叫好啊好啊好啊，我哋咪就我講個一樣辦下，佢講係佢一場哦，我你還記得一場哩，講係啊，啊你咪就改好，就拿去俾看，你咪幾來都看嗰時咧，看到就而我都台檔嘛，佢都台下坐咧，如果我看見我睇下樣嘅，一下就樣我就我發到佢身體不舒服，我睇到坐喺冇，佢坐喺，我講身體冇問題啦嗬，講。普通時車冇馬好勢哦，叫下就天河勢，好我講好，叫喊感通哦，我先感通啊，感通唔係講一個表達出來嘅對人嘅出入嘅感染啊，因為見點係上到啲係全部門外漢唔係專家，因為個個人點，因為咩嚟出按我東西，哦，按樣型嘅。乜講水準，這就係表達出啊作品嘅精髓，表達出來嘅，一般係就感通咯。你嗰度嚇？總統會嘅感情當中。我看到佢出木節應該唔會難，不過本期出木節到心關痛嘅經驗未有好多到。講呢，我會要落嚟。記錄到提醒你嘅就是這張題，中國圖案呢行到中國嘅公堂。右轉哦，右轉。冇來呀，冇來，冇來，你看下。來到呢下，變到舊草寮文化協會嘅網絡。呢位喺中國出社會所。我就出來出世，我就出來出世。
中山是单身的路。呀，对呀，那这就这样。中路土呢，你跟行工见，对自家调摆生活的营养，有时天天，有时日模糊，安尼回忆，回想到调摆自家嘅生活。你全部 Q 的啊，没长气，也没长气的。怎么办？我有点在模吧。也去讲的啦，你路头摆当时。就工厂那里啊，就这个。也还有个。10个年前，你从我去到这些，嗰两时还是真系塞中塞一只塞股，一江啊！啊，来到过去见到凤湾嚟建筑嘅总部嘅工厂，本总路非常心痛。重建后嘅总部工厂已经放弃咗调摆传统嘅形式，总路对以下改建后嘅建筑嘅方式、门帘嘅写法、书法嘅提示都当无满意。呢下谈起来，佢都非常爱。我出世无艺术错啦，所以叫做门了啊。你还维持原初嘅形貌，唔真正能够傲慢的啦。嗰個工廠啊，我依個出嚟啊，因為高速公路邊緣過，兩度嘅補償費啊，就第自家在打算做個注意啊，人哋嘅安講嘅工廠好得去過年嚟喎，可能我想看到就會難過啦，有些我安講嘅主統就係好得去，給他吃嚟嚇，對佢心關注很真，分不平嚇。總路土呢，去到總部後背嘅松樹那，經過已經廢鐵嘅阻攔，出現一堆依法嘅樹那嚇，後背嘅松樹那已經差唔多松樹咧，唔過呢下一道橄欖樹，當將嘅樹那培養出總部嘅人文嘅風景。家睇呢總路，看到佢路屋啊，尤其總路本人嚇，去到佢嘅出社會所，特別講嚇，你係從小真係出身體。當然你睇看起來嘅建築嚇是係窮嘅啦嚇，因為台灣嘅文化啦，台灣歷史等講從頭開始，總路等講佢自己起頭來開始啊，體擺行業嘅出社會所啊，我想呢點嚇非常本來非常太感通啦，太文學家嘅出社會所。唔過咧，總路要得非常就當心焦，就講當難過嘅所以講，佢頭擺最強嘅工廠嘅路屋啊，俾人拆起嚟啊！呢下佢看到佢處處都講嚇唔錯嘅感情冇就落錯嘅位所，我想呢點本來咩動態感受就講嚇，其實台灣文化你咪推廣下去，但係有時就嚇大家對路頭擺歷史嚇，啲夯啊啲磚。啲石啊，啲木都去從事，我感受係。你識得呢？酸，唔好食。酸咯。我識到一隻又酸又尷尬橄欖枝，呢段時間工作人員搬來了農地呢，我當希望做得到呢隻，識到總路嘅文學地圖出現嘅蘇拿度去談總路嘅往事。台灣文學真係嘅台灣文學，可能命中注定，我見過一樣嘅困頓，見過嘅困頓，然後到60年代路邊發出來寫，深深嘅至少人家播嘅林海音啊，
要充实咗台灣文學嘅作品，台灣作嘅作品，又唔單止係路邊花添㗎。我左邊我要講冇人唔記得嗬，我哋咧種呢幅字嘅，你可以得夾夾，有啲山農場嘅歌蟲嚟嘅，夾夾哪度嚟連載？我都幾廿年嘅也好都嚟連載，你冇事就都唔定啦。我講上，種呢幅文字㗎要連載啊，趕緊就以後翻上去。只需要一段期間，你可以報名，唔冇出啦。因為佢常常做我事。到3年前，讓高嘅和寒冷嘅空氣度，7日後小小嘅滾水，鐘樓繼續留喺你講佢頭擺嘅故事。我媽媽真冇嘢，因為我不能講呢兩件事情。雖然我20多歲就當嫁來。但係我爸我也都全部很堅啦，因為我媽媽冇想，要感覺到，我媽媽就問，讓我知我都唔會，嗰度冇寫到命樣，你奶奶都唔叫我寫，因為奇怪，但點字誒，一般嚟講話，但點字聽到一定寫嘅，寫到命樣錯啦。我媽媽，我嘅感覺基本就係，從來唔叫寫大。我唔知樣講。離開鐘樓嘅羅布之後，又開始落大雨，當場連天公都比鐘樓嘅心情。我把它吃開了，搬出來，做落去了，三面牆繼續大，你睇三面牆邊，那熟白嘅啦，我牙熟啦，睇到親切啦，睇到上堂那裡搞，那其實甜的，長一樣的，那一個熟的吼，羊條方泡的，其實攞，嗰無糖喎，無糖全部都奶的，一陣攞一陣坐啦，還冇錯。看嗰度熟白嘅啦，嗰隻牙蠻熟啲嘅呵，啲可以搞到快，做生意嚟㗎，唔係細㗎，天天上市咩？嗰度上邊搞嗰啲。到鐘樓嘅小說世界度，做到感受得到呢個作者。係個當有感情、當有經驗嘅人。實際上，鐘樓內心愛到哪條人，應該冇人知。不過，當為春木節嘅鐘樓再度講出來，佢所經過嘅加多嘅人生嘅痛，應該係深深進到佢心度上頭。按道理冇嗬，特別將來就係冇，啊，知道大家嗌到中央安置啊。我中意好，我嘅太太好，一個雞先啊，嗱我完全冇見過，我做乜會叫落兩樣嘅奶，我就都未唔記，哦，
在台北街行通啊，我说了解吼，唔是爬路比我。100斤拿800两钟，可能爱吃的。我哈有些东西，我吃下可以。我去抽检一下，哦，一条边高峰来嘅吼，随便就可以拿出来的了，哦。我冇機會就依個中國時報嘛嘅小小的比賽吼，也有作品去參加，因為拿到獎。變成一個作家，非常間不出來作家，連做800都唔低啊，都冇想到。不過文學嘅才華吼，當然來講，呢啲太陽西藏開始發出來吼。將來係蠻發的，不過我係非常嘅欣賞寫出來東西啊，這個改善，而咩個模仿咪學咪，咁唔係做嘛嗬？你昨天嘅斷命也係乜嘅，也真難講嗬。能夠，一邊都冇咁磨得磨對，都衝晒衝死的。一些人就，好，中國反抗白活。除了嘅來時代通之外，仲有後生時節所有嘅失戀然後感傷，每個生命都充充了嘅經驗。安尼就機會分享佢內心嘅當有嘅感情，俾我感覺非常嘅幸福。坦白講起來，就單相思嘅成分嘅重啦。哦，要加嘅什麼日本什麼都，讓人真談得來啦。哦，從佢講下了啦。哦，一百吼。研究，我2-3就一路上班咧，學生嘅2-3ทุ่咧，嗬，講與小吃之類嘅，哎呦，知道哪幾腔啊行通，平常有腔啊啦，嗬，不過冇，從來唔使按隻片用，從來唔使按隻片，有隻特別嘅親切感啊！正常嘅發展做2-3談戀愛，不過冇，怎麼冇咯？家庭民族嘅問題，日本人啊，捱嚟談戀愛也冇用，唔可以有開花結果，盲情之間就一樣嘅觸覺，所以呢個感情，家庭係有感情嘅，盲生牙家下就放棄。不是發展中的，殖民地強人，痛苦吼，家下我就開始感覺到了，19歲。中樂唔是見過鍾理佛嘅面，不過2-3人為寫信呢，才變到好朋友。1960年8月，鍾理佛過身。隔好多年呢，時下講到鍾理佛嘅時節，鍾樂還係不叫不通。我時坐到鍾樂面前，聽佢講起鍾理佛講到出沒節，我想好得了，翕相機冇得順頭。鍾樂本人因為頸頸痛啊，無行出檢門。每次嘅婚宴，鍾樂講當你辦啊，唔過日本人係本鍾樂非常專心寫作嘅千重了嘅畫課。當初因為有人做媒，加入到中國，負擔到傳統客家人嘅種種嘅責任。鍾樂對自家嘅本人特別講出佢心度心夢之意。我知道，我哋就不用
这个帮助实在是唔安全。这个带出啥？一个简单的理由，带出啥个？个老师啊，隔壁个宿舍，个隔壁家的宿舍个老师啊，全部老师在开书，我家就用的书，那个就冇乜人开，以前就那朋友就开书，本来就做的吼，都做的吼，俺一时啊，平时400元的时间啊，花你900元，咁多2个月的薪水，那边来钱，就足资的钱，你讲去摆卖足资吼，还是娱乐的钱，你从来做文的，你看是哪一家？因为有日本人全心嘅帮助，到李庄书作当歌，钟路写出上千万字嘅台湾文学嘅作品。要用过嘅毛笔的含用嘅整个就流了出来，1、2、3、4、5，这个5字，这不对描笔，而且就像半年，我的毛笔，真的毛笔，这是假的毛笔，哎呀，假，没有毛去做的，也不个化学品做的。不过，家多要上巧，要上巧，也含那两个东西，真重的。现在是200，不贵，冇。没有。钟路一生人嘅故事，當然冇辦法到一點鐘內所以講嚟實。我咪留鐘路祝福，希望有機會做個記錄鐘路嘅故事。2個年前我上完嚟。按照民众日报嘅係，民众日報，台北民众日報。哎呀媽！好啊。我睇完了。嘿，明天那本书，明天再。根本那个是那个大陆的那个。33年前啊，大部分的中國作品全部寫出嚟，挺得意。我因為個電力啊，你看我咪真強壯嘅人咯，陰怪哦。我就想叫佢做人樣，我長大我咪大人樣啊。不過我那邊來嘅按到嘅能力啦，維持那個質別，維持質別，一切都冇團的啦。我個詳細擺下出來吼，38本啦吼，就本來第一啦，本來10萬以上，我都講唔到捱了1年啦吼。冇拍過的，冇拍過。
2-3日啊，差唔多當日都行入呢間書房嚟，然後總路談嘅過去嘅聲音啊，從細出世一直差唔多到路變化啊呢本書出來，差唔多有30多年間嘅時間為主。呢時間我感受最強烈嘅係講，所以看到第一家對事情係非常敏感嘅一個人，不管佢係披空披到嘅。耳孔聽到嘅音樂啊，能夠一時看到嘅故事出來去講嘅，這樣嘅事情佢都係非常嘅敏感，所以佢從細佢發現佢有非常強烈嘅一個音樂嘅才氣，佢對不管每套，能夠佢對嘅你那個皮膚嘅敏感，人老人之間，因為將接觸嘅時候，佢就咁嘅感情，非常敏感。我想呢個所有嘅敏感啊，將落嘅文學程度。而文學地圖，很少看到一隻講強烈嘅講，而老地方、老嘅土地嘅一隻感情，所以講而家呢非常強烈嘅私人嘅個敏感性咧，而老佢變到嘅鄉土地圖，變我龍潭，變我台海，變我台北，變我台灣，啊，像呢個再看到講總路嘅聲音，而嘅文學，即等於講老佢嘅人，老佢嗰隻。台灣嘅土地啊，很強烈表達出來嘅力量。講呢，突然間就出一句我聽到，談到人話，我讓又感覺到佢身體很係當唔好，因為呢必須要참聽嘅時節咧，連連沙沙講嘢咧，記錄了訪問，問總路嘅身體很難快，唔過。每一本有機會行入總路嘅文學世界，談下地圖又考慮呢度嘅疑問。雖然本我都有感覺有遺憾，不過每一本我都係更加期待行呢度同總路嘅見面。你們因為我有想嘢啊，都係呢個啦，陳文先啊，嗰啲呢本係咩啊？呢本客家天書啊？有客家天書啊，呢冇啊？呢邊哪部？呢張拿咗一下。有啊，嗰度冇。有，係你喎？冇揾到。我夾，哦，你啊，我來講。對，呢張最好。有人啊，有人。好，我俾搶咗，俾搶咗。我見家冇事情啊，就是咁。你講好似冇來，哦，係冇嚟呀。前幾日兩次。幾多年啦？呢個學校連堂。哎呦！